们先玩游戏好不好？吉他组在做什么？我们也没有，我们真的很久没有来这边了，完全。上次人家应该是8年前。8年前了，小时候还小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流行红绿灯。对。唱最后一首。真的最后一首了，好不好？好。辛苦你们。谁生日？好，然后今天没有人生日。我们的最后一首歌结束。快点，不要闹了。好了。什么？第一次遇到。好。谁说狂怒大师？你们要听什么歌？什么？爱你10000年？原来合起来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就来最后一首歌好了，就是好，我们因为老师他们也是要休息了哈，我们也要休息了，所以我们就带来最后一首歌曲。好，鼓手你就不用管节奏了，跟着就对了。为大家带来潜水，谢谢。听不懂没关系啦啊，就花样到底了。可以快一点吗？路上好望，路路迈步自己是把的过好方，阿弟海湾阿拉外阿不卡不定，把心看那不必了，另外不拉不定。
再来，明天我